后来这件车祸发生伫高雄的林雅区，有一个小男童用走入去车阵来过大路，结果走到一半，互一台要转弯的车弄着，互大家看一个拢惊死。加在后一秒，这个小男童家己爬起来，无真要紧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这双方拢有唔对的所在。不过针对着14岁以下儿童违规监护人，嘛有法律的责任。 驾驶看到红灯停落来，结果一位查甫囡仔雄雄走出来，前面位车顶两块，弄到一半就和倒过的车撞到，雄雄就弄倒在地，尾也赶紧站起来，看到这个意外，全部的车拢赶紧打灯啊！ 厉害的钢琴伴奏，好恐怖哦！驾驶落车看囡仔人父安怎无？机车伤在身躯嘛过来关心。车祸就发生伫咧18号下晡1点，高雄林雅广州一街。根据卫兵检判，这位查甫囡仔枕头啊，敢若是伫咧等待过大路，看到红灯才想讲要用走的过去，结果无去看到灯弯的车辆。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，致扰客车未注意车前状况。来到现场看，真侪人为着方便，无遵守交通规矩。12岁以下囡仔因为判断车速、距离的能力也无够，才会发生意外。若是违规，监护人买打起相关责任。不忍心了，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要多注意安全。这个情形的话，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啊，汗毛直竖，很可怕，真的。4年级有了嘛，他应该。 也不见得会有那个父母陪同啊，他就是直接要过来，他只是没有走斑马线嘛。12岁以下不是都要大人在旁边，应该大人有责任吧？雄雄发生意外，互全部人惊死。加在查甫囡仔过当家己爬起来，看起来无啥代志。不过相信这一遍有去惊到，未来过大路会好好遵守规定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